根据卫福部统计，这5档内国内平均当年有26个囡仔受到照顾者的不当对待，造成死伤。其中有8甲5成的个案有出现脑伤的状况，尤其1岁以下的囡仔是占上多。今仔日卫福部就邀请到专家做伙来讨论，希望会当减少囡仔受到伤害。看到这一张照片。 好，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孩子，一定是非常揪心。小小身躯刷插弯医疗器材，迄种倒伫病床顶悬，规身躯拢是伤。饲囡仔伤过忝，照顾者一时情绪失控，造成囡仔无法度挽回伤害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为109年到113年，台湾每年平均有16个至少遭受照顾者不当对待，致使严重伤害或者是死亡。其中将近5成案件有受激性脑伤，各有15%以上囡仔都安尼死亡。受虐性脑伤是所有儿童虐待形态里面最严重的一种虐待，它死亡率非常高，高达1/4。那如果 存活下来，7成以上会有神经功能永久的损伤。统计资料也显示，严重受激性脑伤的囡仔，年岁分布伫1岁以下占上多，占73%；1岁到2岁是19%。虐待囡仔照顾者理由千百种，卫福部保护司司长张秀燕表示，家长对囡仔发生受激性脑伤，第一时间大部分是否认虐待行为，佫常常向意外绊倒做借口，或者说还带孩子出去，山路比较颠簸，然后就赖给这个山路颠簸所造成。总之，它就是一个卸责。研究显示，家长有强烈情绪关押囡仔，可能造成囡仔生理、心理甲行为的负面影响。除了身体受伤以外，也影响囡仔大脑智力发展。临床心理师蔡明官提供家长饲囡仔应对方法。照顾者就离开现场，你不要看到孩子，因为有时候你看到孩子，他就会一直诱发你，让你很不舒服。 孩子不会因为你暂时离开一下下，就会有什么样子严重的问题。反正你一直留在那边，我们觉得风险会比较高。进前由公民团体号召提案的建立儿童工作证制度提案，7月宣布已经超过坎站，面对儿少安全漏洞，赶紧建立政策。张秀燕司长回应，针对家外案件，未来有机会纳入儿童甲少年福祉甲缺药保障法来修法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